算阴暗的通过恒春半岛往西北风去，也将可能降做热带性低气压。高雄、屏东、台东就要严防高级强阵风。宜兰所有溪水倒一抽水站抽袂赴，造成市区淹水，有民众车停伫咧饭店地下室，也拢淹去啊。 中国抢讲要全世界追捕民进党立委陈碧荣，总统赖清德是呼吁立法院长韩国瑜就爱徛出来斗声援。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2日AM新闻，我是嘉豪。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到这风台的消息。讲到这风台的暴风圈呢，今透早已经挖到陆地啊，这中心接近屏东，就算恒春半岛下部雨是一阵来，不过这海影是有明显变强，海巡人员也加派卡手呢，伫咧海边巡逻，确保游客安全。当地居民呢是趁这风雨还未到位，赶紧出门看物件。 大影一直掀起金石湾爆花，水花喷正悬，对风台挖近，屏东恒春半岛沿海12日下晡一直有大海影。同款影正大的南湾出现一只梅花鹿，密伫海沙坡唔肯离开。梅花鹿疑似被野狗追逐咬伤之后，躲到了南湾的沙滩上，受到了严重的惊吓。但由于现场这边目前风浪非常大，而且海况很差，所以是无法救援的。因为现在如果我们太靠近它，它可能受到惊吓，又会往海里面走。 然后对我们的员工也会有一些生命的危险，所以我们现在就只能等他。好亲像叫龙洞庆日早来吃，困关处人员敢来当地边听候，因为下晡南湾海域的风影真强，为了确保游客安全，海巡规工嘛加派人员伫沿海巡逻。今天我们派遣29车103人，加强宣导，包含区里开罚违规民众。工作人员甲玻璃窗打连大预防大风，早起敢若有落一撮雨，差城有天文园区业者下晡开始预防风台，因为调这个动物休困的园区，原来用货车甲大门堵咧，防止叫强风吹开。大门一定要做好防护，避免让大风吹到它不能关上，或者是被吹掉了。所以我们的那个卡车会卡在那边。好，那另外呢，我们的屋舍，也就是让他们躲雨的跟躲风的。 恒春市区一直到下晡，拢敢若落阵雨，早起搁捌出大日，不少民众趁风雨还未来，赶紧去买物件，市场嘛出现不少人阵。惊的风雨会愈来愈大，提醒民众避免出外，爱注意家己的安全。记者采访报道。 高雄今仔日是停班停课，早起游园出日头，不过过到了后，却是规个变天啊！这风雨是愈换愈明显。市府11日下晡对山区做预防性撤离，当中撤离320个人。也若西仔湾海边有民众来遮看海影，警方也考劝29个民众离开。也若讲到市区呢，有不少百货公司是正常营业，也真侪人要去踅街，就出现这塞车排队的情形。 工作人员号码清理无用指挥交通，因为排队等要入去百货公司的车已经塞到规条路拢是。高雄12放风台假，早起无啥风雨，真侪百货公司宣布正常营业，不少民众拢走出来踅街食饭。不过高雄过冬后就开始透风落雨，市区一间店头的铁门也去予风扇甲规片开去。像说有人经过，迄阵无，迄阵较无人，嘿啊，遮透早遮较无人。加在无啥人。嘿。 会当讲咱高雄今仔的天气，遐早起甲下晡差足侪。差足侪。有没有发现说出来风雨变大？没有，因为去吃饭完才发现的。会不会担心？还好啦。有没有想要提早回家？会。虽然风台伫高雄带来风雨无算大，不过海边的边境风势也是达到6级。伫咧西仔湾都长影出现，大影一阵接一阵拍起来岸顶，有民众好现专工骑车载囡仔来看。高山分局甲海巡人员也伫现场加强巡查劝离，对初10起已经劝离29人。鼓山分局自10日17时30分，凤凰台风海上台风警报发布迄今12日，共计劝离29人。鼓山分局呼吁，依据灾害防救法之相关规定，民众不听劝阻离去，最高可处新台币25万元罚款。台风中心登陆的前后3小时，那风速预计会持续增大，预计有可能达到平均风9级和阵风10级的几率。11月也有风台市府唔敢代志，11日下晡就先针对高雄山区有医疗需求的民众大型撤离320人。高雄气象站表示，风台登陆了后会成做热带低气压，虽然威胁性变低，不过高雄平地甲山区随时拢会上大雨，民众也是爱细致。记者郭家祖、赵阳高雄场报道。
受到风太外围环流影响，这花莲的马太安溪是规个涨起来。且在暗头晚呢，蛇水就对这个大排冲入去到慢，影响的明利村。两天过啊，这鹿谷麦啊继续淹入来。对这空气画面当中，也会当看到讲，这溪水对宝华另外一边冲入到明利村，还淹到大高线、连万英国中，全部拢是烂土。空中翕落来会当看到马大安溪部分溪水也是一直溢流，冲去万英乡明利村的方向。为另外一个角度，会当看到东基区爬起的爆发，要互水流介入。货柜去落水冲去，看起来真惊险。本来水有较退，12过头了后，煞搁雄雄出现几大江水，互村民背负应付。很担心，我下来才知道爸爸在那边。对，所以很紧张，所以我们只能告诉自己说我们要动起来。前天、昨天到现在，我一直在看着自己的住家园，已经毁灭成这样。4月厝主刚来当徛伫较悬的所在，目睭紧紧看家己厝去水淹去，心中真无奈。明利村住伫较低所在地区，为7早暗时开始，就予垃圾水一直灌入来，定定拢是清一半，又搁有垃圾水入来乱。我昨天去破口看的时候，几乎是一半是往我们这边，而现在的破口可能又加大的情况之下，这边的水量可能比河床多，不然它这边不会多了10倍。原则上，我们持续会去掏一些大型的土块来做补水的一个容器，但是可能没办法一直有办法达到完全的效果。本来铁江基区淡水有较低，建设临时爆发，希望会当甲灌入去明利村的落水挡掉的。另外一边，明利村重要的道路花45线嘛断伫相通。山鸟来回吐透明沟啊，不过边仔的水也是真悬。泥流滚滚，可以看到溪水其实就是从这一个弯道冲出去，而工程人员现在趁着雨势稍歇的时候，正在吊挂沙包，要从弯道处来直接把这个河水堵住，希望可以减少冲击的区域。这个沙包是临时的抢修的，这些一般都是用肉粽，我们后面还有那个抢修的防汛块，万一如果挡不住，我们还有防汛块会进驻来做第二道防线。花莲县长市政委嘛到明利村勘察灾情，指示公所加强彻底安置作业。万荣乡公所先对于比较远端的会影响到的这个旅游先这个撤离，安置到居所。这里在万荣国中旁边的台九线，可以看到这边也被泥流袭击，地板都是泥泞不堪，记者连要走路也都看起来非常的难走，而后面的工程人员也持续在做清淤的动作。万英国中内底嘛去透明沟啊灌入来，落水都是为运动场、围墙、排水坑流入来。等这边的水比较排送的完整之后，然后才有办法请工程进来帮我们再做一下清淤的部分。掌握到可能有一位孩子家里面可能是有被淹没的情况，因为风台万英乡居民麻烦下落更较大的雨，相关单位嘛谨慎地防范。公视新闻采访报道。风台外围环流这大水雨呢，台东县的山区2天累积雨量就300多毫米，造成太麻里溪南岸水龙已经填出来了。这溪水就流入去香兰村的溪头社区丰信道路。这县政府呢是赶紧派这脚踏车来污水路。另外，花东唱国大水雨造成400多公顷的稻啊拢倒丛啊，农民是希望政府赶紧来启动农业的天然灾害救助。太麻里乡香兰村溪头社区居民聚集伫宝华边，看到要流到丰信道路的溪水烦恼会流入社区。当地居民讲，8百洪灾抢修了后，太麻里溪南北两岸的宝华管道无同，南岸较低，即摆风台溪水无大，也过水线往南岸半过宝华，县府赶紧派出怪手开挖引流水道，也准备3台太空包太平对付，避免溪水淹入社区。如果这比较大的话，就可能会满堤过来，会造成村庄的影响。这一次的抢修过后，我们预计会在那个地方去增设相关的防洪墙，来减少这样的事情再发生。台东县落2日的大水雨，伫市区是发生有厝倒去，亲像因为附近起厝施工造成厝的地基老实，哦，一栋70年的老厝一日就倒去。花东唱国的日期就做同款受到雨的影响，就才发生淹水排水袂赴，关山顶甲地上乡大约400多公顷的稻啊泡倒，浸水无法度收成。农民希望政府会当启动天然灾害救助。
是没办法做预防啊，我们只有看到我们的稻子倒下来而已。说真的，我们的受损率有达到中央这个补助的标准的话，是不是可以请中央能够尽速来办理？官府表示，今年忧虑风台期间，中央已经针对台东县今年全品项受损农产品，予因救助。会伫风台过了后，对稻米受损的情况做调查。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风台的暴风圈下晡甲台南以南台东地区打掉的，这暴风圈继续伫咧缩小，可能暗时4点外，中心就会对屏东来登陆。气象署也提醒台南、高雄、屏东还有台东地区，暗时就要减风9级的强阵风。受到风台影响呢，国内线这个航班今仔日取消240座，代替的这个台东东部干线，花莲到台东的对货车是停驶。啊，若讲到高铁，今仔日规工拢是自由坐，明仔载就会恢复正常啦。受台风影响，本公司今日取消所有原定班次。晚下班的通勤尖峰，高铁为南港站佮加开自由座列车，因应风台10日专机取消原班表，采全自由座无效营运。南港中央两边每景点个别发出3班，每站停靠的自由座列车。平常都是买可能停比较少站的。对，所以对我来说会稍微久一点，但没关系。以我去云林的话，反而比较好，因为我云林就4点再来就5点，那我现在4点20可以搭。风台影响代替西部干线彰化到桃竹间对河列车游园停驶，区间车看风雨状况运行。东部干线树林到花莲间的对河列车，尾仔6点起开放，台东花莲采区间车运行。台东今天呈现提示。由松山机场出发的国内线班机10日全部取消，风台等继续向台湾刷动，暴风圈伫下昼起打至台南以南到台南陆地，刷落来会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今天晚上到深夜会逐渐从台东到屏东一带逐渐出海，而在它的环流带来的东南风也会持续对花莲跟台东带来一些间歇性的雨势。在通过的过程，台南、高雄、屏东甚至台东的陆地也都有阵风9级的情况。伫暝到13起，风台消散远离的过程，东北季风阁增强，嘉南北海岸、屏东甲花莲，还有大台北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北部高屏、东北部地区朋友爱注意局部大雨。尤其是到了明天白天，可能在北部的山区这边可能会有比较大的这个累积雨量的情形。这3日以来，累积雨量拢集中伫宜兰境内，东山乡2测站累积雨量拢有挖1000毫米，所以路段雨势也真惊人。东澳累积雨量搁较突破1000毫米。根据气象署观测资料，所有站11的雨量加上大时的雨量有130.5毫米，拢指数2010年每季风台记录。迄当时也是东北季风甲风台强迫效应造成的强降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这风台雨加上东北季风强迫影响，昨暗落大雨。这苏澳的测站呢，昨的雨水量是648.5毫米，是一个测站11月有记录历史以来上界多。那苏澳溪季涨起来，抽水站抽袂赴害市区季淹水。这受灾户有上千户，因上界深的所在有一层楼遐尼深，甚至有呢民众去大饭店，车停伫咧地下室，说因为规个拢淹水，车就浸伫咧水内面。那苏的白比溪也是规个涨起来，有民众掉伫遐附近，加在消防人员早起已经把民众平安救出来了。前后拢有消防人员陪伴，民众有所啊真细致为对方撩水，现场水正窜流，画面看起来真危险。所有伫白米溪溪水顶悬，传出附近住伫较低所在有住户掉伫内底，消防人员10日透早出动，把民众救出来。风台带来强风大雨，所有测站11雨量648.5毫米，若创下这个测站11月历史记录。单日最高时雨量敢若是每季风台。根据气象署的统计，11全台湾雨量前5名全部集中伫宜兰，包括罗东、苏澳、甲东山，各地灾情不断。所以军方11暗时开始救灾，派遣 AAV 怪，也有3班中型建设列车协助所有人圣爱里、苏北里拢总33个灾民撤离。10日各做灾后抢救，也有清土山甲复原的任务。针对所有溪顶悬、地势中原路、圣爱路这市区淹水，节目简单，天后雨较细，进行清理作业。灾民一直把厝内浸水的物件拢清出来。
记者现在所在位置呢，在苏澳镇的中原路上，这边是苏澳镇最低洼的地方，水深最高淹到1层楼高。这地板呢，充满居民的垃圾跟泥泞哦。小山猫跟清洁车辆也在协助居民清运他们的垃圾。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胜则承诺，会在今日完成苏澳镇所有道路的清运。拢内面拢无半项啊，拢歹去啊，拢歹到这拢连出来啊，含免去嘛拢歹啊。1层楼已经满。在那个遮雨棚那里。中山路嘛开始展开清运，清洁人员真无闲，道路拢怪怪，警方实施交通管制，水车沿路伫冲路，所有市区车路未少车因为淹水故障停伫路中央，嘛发生国军的装甲车为了紧急救灾，甲浸水车交过，公部会配合处理赔偿的事项。所有盐埔饭店地下室淹水，致使旅客停伫地下室的车故障，有30多台车受影响，住客真不满，也不满饭店处理的态度。对这代志，盐埔市委会讲协助登记，并主动联络保险公司，后续会专业配合理赔甲赔偿的事项。饭店这边有没有跟你们说赔偿的？完全没有，都没有。他现在的表示就是说，要我们自己联络保险。两三林所有连日全度假饭店嘛受影响，宣布即马开始暂时休馆，进行环境的消毒甲清理，各设备的检测作业。所有目前自来水已经全部正常啊，各恢复供电，不过也是有将近1000户停电伫上修。记者采访报道。宜兰苏澳这落雨落甲淹水，民众是呼吁讲，这苏澳溪分洪道着爱赶紧做。行政院长杜英泰今日去到现场视察，讲这工程变更物价调整经费增加到75亿外。县政府伫咧今年初上审行政院等相关部会协定了后，也赶紧来做，而且当场宣布增加21亿，列入去4年100亿改善县市河川工程的计划内面。连续2天的大水雨，予宜兰所有溪熊涌起来溢大水，造成所有镇做大水。当地敢若是登去到民国99年梅期洪台时阵，虽然今年经济部水利署就开始规划所有溪分水计划，但过15年啊，进度到底伫倒？天灾啊，也是人祸。人死也要再来修，因为仪表处理啊那里。本地112年行政院核定专业补助54.13亿，但是因为原物料起价这因素调整经费了后，计划期定对本地113到116年修正做113到118年。那牵涉到用地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扩大办理用地的征收。那么到了113年的12月，就整合修正之后，提出了一个75亿的这个预算，比原来多了21亿。这样子的一个差额，目前就是经过包括县府、包括育儿分署、经济部的一个审查。那现在就是我们一直期待，就是说这个案子中央跟地方一起来面对。电案中央拢表态讲会加速。行政院长杜英泰视察的时阵嘛，发话讲预算无问题，现场确定追加21亿外，会纳入明年度总预算内面的4年1000亿改善县市管河川工程计划。根据资料，所有溪分洪道会起伫所有溪的中游，分洪了的溪水会经过长差不多2.4公里、直径10.2公尺的棚坑，自然排入内边海花。现场这里就是苏澳溪分洪道的新建地点，而这项工程规划预计施作的项目包含蓝河堰、防沙坝、分洪堰等项目，要将溪流分洪引流至内皮海岸的南侧出海。苏澳溪如果不能容纳这么大的水量，它会就溢到苏澳市区去。这件事情呢，是国内大概应该是第2个透过这个分洪，然后到海里面来解决，就好像连山指分洪一样。过去为了解决嘉南河路造成大台北地区做大水的问题，宜山分水计划差不多6年完工启用。当然，台嘛承认既然遮大的雨量，若落伫台北嘛是指责袂调，承诺会予所有溪分水道亲像宜山分水道同款，工程愈期愈急来完成。记者综合报道。宜兰的罗东五溪甲东山因为昨暗落大雨，严重淹水。今早起是有较歇挂，不过真侪所在水拢无退，甚至有护理师为着要赶去病院上班，就甲几台乌托派扛起咧竹板顶头渡过淹水所在，也有这轿车的车把互大水冲甲碰见啊。另外，南方澳的南行里发生水崩山，这土石拢刮入去邻家厝内面，民众规工拢伫咧摒扫。大量土水对下骹冲落来，叶土石一直流，就地甲路面塌满满，下骹车路变作河，连徛个大波东洪侵蚀灌入去。上坡处这边有黄色的泥水又出来了，然后伴随的就是那个大的石块，
然后我就觉得不对劲，从看到我进门关门那一个大概5秒钟。加困啦，惊个水个冲入来，因为这个水很急呀。人刮到都流去啊，我你加困。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宜兰连续几天拢落大雨，尤其南方河华山路的巷仔内10因2摆土石流，过一天日头出来，居民随开始拼。各市继续持续清扫原本被土石堵住的路面，只剩现场这些。但这次南方澳发生的土石流，有当地居民怀疑是旧苏花的山壁崩塌，从上方一路宣泄而下。同款受灾严重的，还有东山乡，就算雨势较细啊，但是积水嘛是歹摕。对空翕画面田和大马家的路拢浸水，消防出动抽冷船巡查，确真敢需要协助。山顶水落来是哦，抽水站容量就固定遐的，临时落来遐就抽袂完。地势较低5格同款淹水，交通受到阻挡，有护理师赶要上班，因老爸只好用竹仔船载奥多摆，人和车做伙渡过淹水区，顺利到病院。有民众的骑街水已经淹到脚头夫，因为腹肚枵，只好家己爬船出门买便当。当中一寡所在嘛同款。里面我自己走的时候就已经到了那个大回这边了。富东路淹水真严重，居民家具家电拢浸水，还有真侪车的车牌，被大雨冲走，车主无用得找伊的车牌。爱来过来个检讨，到底这个抽水站的设置的适当的地点在哪里？经过一暝的大雨，溪南地区有真侪所在有灾情，居民的生活大受影响。虽然讲停班停课一天，都还无用摒扫。伫雨势积水退了后，排水系统都要等一个检查和检讨。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中华这文雅铁幕场出产的鸡卵，检出有撒汤这薰普尼。为了要厘清这薰普尼的来源，中华县的动防署呢，这几天拢去到鸡场采样检验，想袂到伫咧鸡卵、鸡毛甚至是鸡屎拢验到薰普尼。县政府依照违反动物用药管理法，加重采罚12班，也继续对这个鸡条进行移动管制。中华动防署的人员来到鸡条准备采样，中华文雅铁幕场出产的鸡卵验出薰普尼了后，引起社会不安。中华县动物防疫所自初7到11拢有去鸡条采样进行复检，经过检验，结果显示也是有验到薰普尼。薰普尼蛋鸡管制厂复检样本再次检出，该蛋鸡场持续进行移动管制，县府动物防疫所将依违反动物用药品管理法加重裁罚12万元之罚款。中华县府表示，初10日时针对鸡卵、水、饲料、鸡毛甲土壤检体送中央特产会检验，结果显示，敢若伫鸡卵、鸡毛甲鸡屎验出薰普尼，其他检体验无薰普尼。就学者指出，袂当完全排除饲料内底有薰普尼的可能性。因为它本身是一种杀虫剂，可能微量蓄积在食物里面，那从饲料里面鸡只吃了以后，它因为鸡只它长期累积，时间累积下，它可能会有验出很微量的芬普林。官府表示，10月有个针对鸡巴内、鸡肉、脂肪、鸡卵采样送检，嘛继续对文雅铁幕场进行全面的移动管制甲监测，封存全部的鸡卵。目前也已经移送检调单位侦办，厘清详细污染原因。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今日看线，咱来看猪仔，讲到这非洲猪瘟影响台湾半个月，即马全国各地头的肉品市场都已经开放拍卖啊。本地平均价销1公斤差不多是103块，想袂到涨雪达到91块半，超过1成，比疫情进前的行情是搁较低。全国肉品市场经过半个月停止拍卖了后，初次开始开放猪仔拍卖。初次全台拍卖猪仔是28300多只，平均每公斤价销103块。前11拍卖降到25900只左右，按过价销大概平均每公斤91块，那超过1成，比疫情之前96块较低。中国肉品市场的部分。昨天的价格是91.99，比前一天100.31跌了8.32元。各市场应该都会鼓励、会劝说那个猪农秩序出猪了。至于说他们在执行上是不是能够确实？担忧啥呢？担忧，市场一定会放的啊，因为冷冻厂即马一定会放价落来啊。供货量大于需求量。
婚姻地龙表示，若每一摆出猪100只来算，平均计少60块，总收入都减10外万以上。希望政府应该提出更较侪解决方案，或者是配套来协助地龙。这几天下来，拍卖头数介于25000至28000头左右。那在这边也是建议，农业部可以礼拜日加开拍卖日期。这一段时间，我们就不要尽量请那个贸易单位不要再去外来的进口猪进来，把我们因为这个事件，大家共体来承担这个失误。婚姻肉品市场表示，为稳定猪价，中央用每公斤88块补价来买冷冻猪肉。不过各地肉店肉商卖猪仔是用量出价，要安怎进行调节？互公司更较平衡，避免造成猪价崩塌，是各地肉品市场要面对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嘉义梅山这柑仔类的果子，种植面积有上千公顷，是主要产区。即马当的是这柑仔大出的季节，不过受到这风台影响，就算这果子也未到分，民众也农民呢就赶紧甲伊慢慢落来，希望会当减少损害。拄抢收落来柑仔，一箱一箱再去到农会合作社集会场准备要来处理。梅山乡是嘉义县种柑仔类水果上侪的产区，因为惊风台会造成损害，果农提早抢上柑仔，希望减少风台带来的损失。如果正常采的话，我们大概会等到再熟一点再采。可是现在已经就是会怕，因为有些已经在转色了，转色之后会容易掉。那可能台风一大的话，那都也是掉光，那就是可能会采一些比较稍微绿一点的，就是没那么完全熟的。10月底开始是梅山乡柑仔类水果采收的时间，因为风台的关系，农民惊风雨会伤到要高分的水果，所以提早开始来收成。农会合作社这边嘛加班协助农民，协助处理这采收落来柑仔。有很多农民都已经把他们的一点辛苦种下来的柑橘拿到我们集货场来交货了哈。那目前看起来是还蛮多人有是抢收的状况哈。当然也是怕说台风进来又今年又血本无归的。梅山种植柑仔类水果的面积将近有1500公顷，今年因为单小风台甲后来7月28大水雨的关系，带来真大的损害。梅山农会呼吁农业部甲县政府拢有针对柑仔的保险提供补助，农民会当来保农业保险，降低天灾带来的损失。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民进党立委辛碧荣去互中国立案侦察，甚至佫甲呛讲呢，要全世界来甲伊追捕。总统赖清德是呼吁立法院长韩国瑜就要出来声援。那韩国瑜是强调讲会保护每一位立委嘅权益，也要求赖总统呢就要先废除民进党台独党纲，撤回中国是境外敌对势力。那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就即批讲，这韩院长不应该和破坏和平的加害者徛做伙，造成错误的国际信息。从赖清德总统点这个名，我们可以明显看得出来，真的是自己生病让别人吃药。何总统点名应该出来捍卫国会尊严。立法院长韩国瑜亲上火线来回应，针对中国下境镇压民进党立委辛碧荣，伊强调做国会大家长会尽全力保护每一个立委的权益。但伊嘛爱赖总统先废除台独党纲，而且撤回甲对方看作是境外敌对势力。台湾安全最重要的4只脚：保护中华民国，保护民主自由，维护美台关系，维护两岸和平。赖总统跟民进党打断了3只脚，不要再搞恶意的政治斗争，保护好台湾的民主自由。两岸在9·2共识的基础之下，中华民国宪法规范之下，展开和平交流、和平对话。不禁要反问韩院长，对岸的飞弹、共机、共建、绕台，是来跟台湾人民说早安问候吗？今天破坏台海和平安全现况的是谁？结果呢？不去谴责加害人。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嘛呼吁韩院长莫和破坏和平的加害人徛做伙，造成唔对的假国际信息。国民党立委柯武真是建议归去，互韩院长带领成立两化事务应对策小组，承担两化对话大责任。那既然行政体系没有办法，赖清德总统觉得他没办法做到，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来成立一个立法院两岸事务应对策小组？
来去因应这相关的事宜呢？我们尊重贵院的决定。过去民国89年的时候，立法院也曾经有作业的要点，但是呢，当时候并没有真正的运作。要成立这样子的一个两岸事务的营运小组，还是需要跨党派的一个共识。副议长江启臣表示讲，只要韩文和议长都会调集各党团来协商，展现国会团结。对中国呛声讲要透过国际刑警组织全球猎捕。新兵杨本人讲，希望中国对台威胁够伊就好，会以守护民主自由的方式，和中国卖国恐吓台湾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统一赛队长陈杰宪今仔举行新册记者会，有讲到12强赛，也讲伊自细汉到接棒的一个过程。有媒体问到讲，明年3月这棒球经典赛敢有来甲问？伊讲有，不过也是爱看详细复原的情形。12月开始训练就会当知影。巨蛋很大嘛，观众很多嘛，可是你的耳朵是听不到声音的，你的眼睛也永远只会看着投手，很想要去击败他。我觉得那个企图心是我就是以前到现在都没有过的。12强冠军赛讲出致胜的3分炮，陈杰宪以一生就安尼一摆的打击来形容。跑落去当时真激动欢喜，头壳空空，无意识的做出比球衫横砍的动作。运气造就了我，而且我觉得是团队造就了我。今天没有陈威的上垒，没有林立的上垒，怎么会有我的全垒打？今天没有家珍的全垒打，怎么会让我在打击区的时候能够就是不要这么的紧绷？是团队较运气造就家己，伫国家队做队长，陈杰宪佫开始为怀疑敢经会调，到慢慢学，到做会来。经典赛明年3月就要开始拍，媒体好奇总教练张和谷敢有打电话来？有啦，就是基本上就有询问啦。那我这边的回应就是，如果我真的有机会的话，我也想要去打，但我的伤势还在，那最主要还是要看我的伤势恢复怎么样。那其实，在前几天已经有在治疗，我们还需要等待大概快1个月的时间。陈杰宪讲，伊想要参加 WBC， 也不过也是爱看身体状况。12月开始执行技术训练了后，就会有明确答案。这一摆出册，头一路就突破1万本，伊感谢大家爱好，希望看完的人会当正面看待无顺的时，重新夺起对棒球也是人生目标的热爱。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对中华鹿港来的赵云兰去到意大利参加手工冰淇淋世界赛，用台东的红乌龙茶做底，配合中华出产的蜜，一个意大利的柑仔，一种创新的滋味，伫50个队伍内面拼出赛，成功摕到世界冠军。一听到家己就是冠军，台湾冰淇淋之人赵云兰甲红西参囡仔同齐上台，接受这份荣耀，也在国旗伫会场飘扬。来自中华鹿港的赵云兰甲红西同齐参加今年的意大利西西里岛举办的意式手工冰淇淋世界赛，经过半年的制作，选定以台东红乌龙做基底，加上中华出产的蜜，甲意大利当地柑仔，醇厚的口感。搭配淡薄仔酸的清新，呈现出特别的台湾味，也符合评审的口味。为全球50支参赛队伍中摕到冠军，这也是台湾头一摆摕到世界冰淇淋冠军。那我用的东西是我们台湾的食材，我希望让你们吃到这个冰淇淋的时候，是可以想起点什么的。就算我们的语言不通，但是我们可以透过意式冰淇淋，就是可以连接我们之间的感情。赵云兰讲，制作灵感来自意大利传统的圣诞节能糕，好名叫乌龙茶之光，希望用意式冰淇淋的酥糕个米，带出台湾在地味，消息传回台湾，有民众南北户要去吃。它这比较绵密，对，应该用料是很实在的。其中的制作技术，还有包括它使用的方法，都是跟一般我们做冰的冰淇淋的方式比较不一样，但吃起来在口味上、口感或者是味道上都有特别不一样。赵云兰表示，像红心芭乐、红乌龙，也是鸡卵糕等，拢是来自台湾在地食材。除了让世界知影上好的冰淇淋伫台湾，也传达真高的在地感情甲特色。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做脚踏车的大公司巨大集团，因为牵涉公平劳动，去予美国发布暂扣令。外国媒体调查报道，讲这个台湾包括巨大，也有16间企业互点名。行政院长对应态度要求劳动部和经济部做全面性的检讨，提出相关的指引。劳动部长洪新涵在去表示，当然建议协助企业辨识强迫劳动行为和评估相关风险的行动指引，也当然含这经济部讨论，按算明年1月公布。巨大集团因为美国海关指控牵涉到强迫劳动，9月去予美方发布暂扣令，是台湾头一间企业因为劳权问题去予美方扣回。即阵啊，由劳团停国内一间医疗科技公司的移工去劳动部抗议，批评这间公司对移工的管理真严，甚至打入工会。劳动部承诺，若是有不当劳动行为，会依法开罚。外国媒体的调查报道讲，台湾包括巨大以外，还有16间企业唔互人点名牵涉到强迫劳动。行政院长杜英台到立法院备询的时阵，清楚表达，希望相关部会会当协助企业做全面的检讨。劳动部长洪新涵12到立法院备询。立委拢伫问，是不是设定行动指引的规范？要怎么样事先去预防，就是避免这个企业有强迫劳动的情况，怎么去辅导，要求他们改善。现在已经在研议相关的行动指引，同时在针对我们的法规的机制，在进行盘点的检讨，也许明年年初或者是1月左右可以出来。洪新涵讲，会就所有劳动条件甲保障做全面的检讨，赶紧提出指引。劳团是批评巨大互人控告，牵涉到精彩工作甲生活条件，这无农业等强迫劳动行为。不过，这对移工来讲是真日常的日常生活。劳动部明记知影问题是伫移工整体制度的结构性不详，煞故意讲唔到重点，真互人失望。他为了一家巨大，包括后来还有几10家的改善，而觉得满意吗？为什么不是政府有一个清清楚楚的法令规定，然后就是进行执法，让移工的劳动条件、生活条件可以像人一点？因为外国人来台湾工作的人数已经突破100万，对这代志，洪新涵讲已经有甲行政院争取正式3级单位负责跨部会整并这事项，搁得到22个正式人力，进一步强化相关的管理工作。记者采访报道。来看这卖场全联因的全支付有674万的用户，电子支付排名排第3。最近也传出讲有民众去放头路卡情形，全支付强调讲这资料无泄露。金管会也表示讲因有通报，17进前爱交书面报告，也提醒来民众这来路不明的电子批唔通黑白点。民众到超市卖场买物件，愈来愈侪人使用电子支付，刷去互诈骗集团定调的。3年旗下的全支付有达到674万的用户，伫业界是排名第3。不过最近传出几啊件套路扣款的代志，全支付回应甲系统安全无关，并无资料外泄。金管会表示，全支付已经通报重大有时发生的事件，17进前爱提交报告。被盗刷什么的哈，是电子支付的问题哈，导致账户里面的钱被这个诈骗集团或者是这个去盗用的话，那电子支付当然要负责。针对诈团常用的钓鱼邮件简讯涉嫌证，向民众点开连结数字库资，也是 OTP 一般性必买。王文中表示，一旦消费者输入这寡资讯团伙诈团，就袂当将这钱塞给电子支付机构。我没有东西可以给他盗刷哦，我只有这个卡而已啊。如果有盗刷问题，可能绑定信用卡会是选项之一啊。电子支付爱绑定口座，也是信用卡加更较安全。王文中表示，只要消费者无过失，无管是绑定信用卡还是银行口座，电子支付机构拢爱负责。也毋过有做安全甲建议，绑定信用卡优点除了先用后付，也加一层的保障。被盗刷可以跟信用卡那个公司做挂失这种机制，相对来讲是多了一层的那个保护跟保障。当你绑定账户，它可能就直接是扣款了嘛，那扣款其实你可能就没有类似的信用卡有多一层保护。针对安怎降低防套路的风险，简庆在表示，特别注意来路不明的配件，银行局也提醒，若收到销单、消费金额啊、价钱数量无符合，也要赶紧确认。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新北市的台北捷运万代树林线工程昨下晡发生工安事故，一台轿车经过保安街大安路口，这边啊捷运工地吊起来铁管汹汹落来，去撼到轿车的车头，加载是无人受伤。目前工程先停工，新北市捷运工程局依照契约尚无甲厂商发6万块，要求因爱停工改善。透过行车记录器的画面，会当看到吊铁管的吊手转转去工地内面。这时阵2高指挥车会当通行，结果铁管汹汹落落来，一台轿车的车头就安尼互撼着，铁管嘛断作2截。这是11下晡发生伫新北市的捷运万代树林线工程的工安意外，地点伫树林的保安街大安路口。那个驾驶有稍微往右边开一点，不然他就要砸到他的驾驶座，很恐怖啊！这如果下面的是欧多拜的话，那个人就不在了。看到民众感觉真恐怖，好佳在这个意外是无造成人员的伤亡。实际来到案发的现场，铁管已经清除，位置嘛停放好，工地是停工接受调查。对这个事件，新北市捷运工程局会照契约还因至少6万。并要求施工厂商负起一切的责任，开罚至少6万元，并要求厂商停工改善、全面检讨。另外，关于车辆损毁部分，也要求厂商全权负责。重点还是在于那个在现场要入场开始工作前的相关的讲习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训练，基本上是不是能够落实，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对这个工安事故，学者认为讲，不管是一般的营建工地，还是大范围的捷运工程，在施作进前，雇主应该针对工安项目，对劳工来做教育训练，加强劳工的相关意识。在机械的运用顶端，尤其是需要专心操作，才会当防止工安事故的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政府聘请交通助理员协助开交通违规罚单了后，一个月平均罚单数量是增加54%，引起民众批评。台南市长黄伟哲就表示讲，在检讨相关执勤和宽限分工进程呢，会暂停来开这违规罚单的工作。咱那民间团体是认为讲，安尼开罚单呢对交通无帮助，希望要有更加有路的思考。穿感冒色的假，伫台南市区内面巡逻，因是台南市政府征聘的交通助理员，因有取得违规开单的权限。自8月上线了，每个月平均开单数目增加54%，引起民众不满。台南市长黄伟哲讲，伫检讨相关集群也个权限分工进程，先停止执行违规开单的工作。主要目的在于协助维持交通秩序与安全，减轻第一线员警的负担，为兼顾交通秩序的维护与民众观感。对于交通助理人员的工作，本局会持续的滚动来检讨。但是民间团体认为，工作员会当减轻环境的负担，主地违规是法定的职权，也无要求开单业者突然间限缩执法工作，对台南的交通环境有害无帮助。如果是在有争议的地方，我们应该要更细致的去讨论这些争议来自于哪里。片面的暂停交通助理员开单勤务，我们认为非常遗憾。因为我们都出去巡逻，如果说没有违规，根本单子就开不出去。然后如果说现在是因为那个有压力的问题，我们目前没办法出去开单，但是我们还是以协助警察的勤务为主。即马全台湾6都除了桃园以外，其他5都拢有请工作员，也毋过工作的内容无啥共，只可拿台北、台南协助违规开单。台南市交通警察大队讲，工作员毋但是协助主地违规停车，也佫包括伫路口维护交通秩序，也佫有交通安全宣导等7项任务。市区配置工作员的辖区，伫8月到9月发生的死伤事故，也比去年同期减1.9%。记者综合报道。台北的发展过程，伫咧旧厝旧建中不拢挺好找到年代故事。今年台北古迹日的主题是台北铁路。这古厝的列名课就带学员呢去拜访到台北机场、南港大电仓库，一寡铁道文化资产，也规划一个成果的列名展，希望互民众呢更加认捌到家己故乡和历史文化。无第一个摄影作品是今年台北古迹日无名月台摄影展的其中一个作品。作者讲，伊平常时就真爱翕相，就去报名顶个月古迹日所举办的摄影课。课程带参加的学员去看台北机场、南港大电仓库等等遮的铁道文化资产。
作者表示，这个所在平常时罕地有人去，看到这寡时代的文化资产，可以感觉真特别，想要翕落来做记录。来看展览的民众嘛讲，看到这个相片，也可以想到细汉时的记忆。那边是轨道，然后需要可能火车需要转向啊，就注意到这个地方，那我觉得蛮特别的，所以我就把它记录下来，在当下才会特别有的东西，就是可能仓库特有，或者是当时台电他们会需要的工具。这些等等的，那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它很特别，很像铃铛，可是它也不是铃铛。我国中的时候有去过44南村，就是那时候印象是一个很可爱的地方，但是我觉得他们拍出来有年纪的味道。台北市古迹节的主办单位文化局表示，今年是用台北铁路做主题，顶个月为邀请资深的摄影师团队开2天的摄影课，让学员甲因观察到的物件用相片来呈现。在一个成果组成摄影展，现场拢总是有36件作品，希望透过这个展览，让民众对文化资产会当更加重视甲理解。学员呢有来自于就是年轻的伙伴，也有来自于公务人员、退休人员，还有一些工程师哦。那希望透过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一些民众视角，然后去阐述这个文化历史。摄影展对11月11开始，一直到12月中，拢伫国家摄影文化中心展出。文化局希望民众伫咧参观了后，通了解台北今麦热力都市发展背后，这古建物对时代的进步有真侪贡献甲故事。希望让民众更加了解咱的历史和过去。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我说是高山的国家，这个诗句有真侪民众引用来表达对台湾这个土地爱甲认同。写出这个诗句的是台湾导演陈丽桂，伊是改写聂鲁达的诗，佮再重新创作的。陈丽桂翕纪录片到今有36年咯，有记录过署名纪念地南用等等。陈丽桂希望讲透过影像建立台湾的主体意识，这回也得到第44届53年奖的肯定。我注定台湾独立。细细高山的国家，我咧写迄句的时阵，我完全是为台湾的意向，也是台湾的感情来出发。导演陈丽桂改写聂鲁达的诗，重新创作写出我细细高山的国家。诗句用伫2009年电南用纪录片《魂》内底，后来有真侪民众引用。陈丽桂介意大自然，定定去爬山。伊讲山占台湾土地的1/3，但有268座超过3000公尺的高山，真水挑战嘛真侪，就哪像台湾的文明。陈丽桂拍纪录片到今36年，反映环保运动、女性意识，嘛关注后10年的反抗精神。伊的代表作包括翕署名革命进形式，嘛翕书写海洋史馆的自营河等等。陈丽桂毋忘建立台湾的主体意识。台湾的历史，这是甲其他的国家，甲咱海峡迄边迄个中国，嘛是非常无共款的。咱来以咱这个土地做主体来思考。陈丽桂讲，影响伊上深的，就是文学甲做记者的经验。伫咧注重艺术性的时，也兼顾民众对议题的理解。其实咱就是讲民主化了后，咱就一定是永远是一个民主化的国家。其实就是发现毋是安尼嘛吼，民主是会倒退，民主有可能是会用民主的方式去甲结束的。记录台湾史，也为受压迫的人发声。陈丽桂的纪录片是社会运动的影像，也是时间的影像，可以得到53年奖的肯定。陈丽桂也期待台湾的少年家会当继续发现创作咱的故事。记者卢尚珠、郑俊尧台北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马巴德
一座地方法院大楼的门口前呢，再发生自杀炸弹攻击，上报有12人死亡，27人受伤。这塔利班下面的自由人党承认讲是因犯案的，不过这巴基斯坦塔利班的高层说讲唔是。总理哈利普就讲，这场恐怖攻击是印度所支持的极端团体做的，也那印度政府是回应讲无证无据，就唔通乌白乱抓。伊斯兰马巴德这座地方法院，逐天拢有几百个人出入。伫当地时间11中到12点39分，一个查甫人以自杀攻击的方式，伫法院大楼的门头前引爆炸弹，爆炸的声连几啊英里外拢听甲清清楚楚，会当看出威力有偌大。路边的车风烧甲臭火大，过路人去法院办代志的民众拢互帮着，现场密密麻麻。内政部长纳克话讲，对这监视录影画面会当看出放炸弹的人，本地是想要入去法院的大楼，但是无成功。这专家目标锁定伫一台警察车。ये अब हमने पहली प्रायोरिटी में हम कोशिश कर रहे हैं कि उसको आइडेंटिफाई करें वो कौन है मैं आपको श्योर कराता हूं कि हम अगले चंद घंटों में इसको आइडेंटिफाई कर लेंगे 在案发的后，极进组织巴基斯坦塔利班旗下的分支，自由人党向当地媒体承认犯案，但是巴基斯坦塔利班的高层却阁对外来否认。巴基斯坦当局在证据无够的状况之下，第一时间就讲印度是中间人。总理沙利夫讲，这个恐怖攻击是印度支持的极端团体做的，和印度政府的发言人反驳讲，完全无证据，拢是家己编的。讲那这件伊斯兰马巴德这个自杀攻击的前一天，伫印度首都德里嘛发生造成8人无命的汽车爆炸的案件。当局并无把这个案件归作是恐怖攻击，但却甲伊交予反恐单位来调查。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土耳其第一大城伊斯坦布的市长伊马莫卢，因为去防指控乌西围标等142项罪名，除了去互法院下令抓人，也互检方求处有期徒刑超过2000年。伊的支持者这几天呢，也拢上街头抗议。外电报道指出，连续几日假期路抗议，虽然规模创10年来新高，但过大部分平复。南塞冲突，互313人遭到拘留。但是焦点就是伊斯坦堡市长伊马莫卢被控贪腐等罪名案件，还伫审理当中。不过法院下令先选去加价。美联社报道指出，因为共和人民党进前举办，共是170万人的大会，针对案件指控100年总统大选，要推起伊马莫卢做因政党唯一的候选人，然后就传出法院下令正式逮捕个移假的消息，引起共和党人民的不满加一直抗争。İçeride bu sorgu sürdükçe, içeride bu zulüm sürdükçe, içeride bu baskı sürdükçe biz de demokratik bir şekilde 55岁伊马莫卢伫2019年当选土耳其第一大城伊斯坦堡的市长，迄时阵被认为是对执政党的一大打击。虽然敢若是地方首长，不过伊马莫卢前一摆公开表态，主张瓦向欧盟等西方国家，另外伊支持 LGBT 族群权益，也将符合欧盟的立场。所以伊马莫卢被关个被揪出党刑的消息传来，除了伫国内引起支持者的不满，欧洲理事会要求土耳其当局马上释放伊马莫卢。德国政府批评土耳其是咧进行司法迫害，是民主倒退路。外电报道认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是咧排除连任的障碍。根据外电引用的土耳其官方资料，伊马莫卢被控的142项罪名，包含组织犯罪、收乌西钱、参加围标、盗录个资。另外，因为公开批评政府迫害库德族，也被控支持列名恐怖组织的库德工人党。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全球80%的红宝徛高拢伫咧第二的太平洋沿岸，数量对20世纪尾45000只，落到全无到2万只。第二政府顶个月呢，把这红宝徛高列做是强要登种的动物。科学家表示讲，若无立法来甲因保护，这红宝徛高真紧就消失去。头是乌的对目睭后壁耳仔一直到下海附近有一条白色的跨大，有的脚趾片还有斑点，这是主要分布伫南美洲红宝徛高的特点。全球80%的红宝徛高拢生产伫智利的太平洋沿岸，但是智利的科学家警告讲，红宝徛高的数量长一直在降，对顶世纪尾的45000只，已经大减到剩无2万只。到伫顶个月，智利政府已经宣布红宝徛高红列作特别绝种的物种。
Significa bueno que si esto persiste en el tiempo, estas amenazas persisten en el tiempo, lo más probable es que esta especie pase de peligro a crítico. Y de ahí hay un paso muy corto, ¿verdad?, a que la especie desaparezca después definitivamente. 有的国家会甲红宝徛鹅做观赏的用途来招揽生理，虽然国际组织已经禁止这种商业无益的行为，红宝徛鹅的数量嘛是持续在减少。生物专家点出，因目前面对的威胁，是因为红宝徛鹅主要的食米来源是木仔鱼和温仔鱼，人类过度的猎捕造成食米的竞争，加上地球暖化，或者生物的数量更加减少。另外，红宝徛鹅嘛常常因为挑敌人类的希望死亡，无就是无细日去食着塑胶粪扫，造成因的消化系统出问题，佮有快速传播的禽流感，含因的受互人类破坏，用来开采生态地顶悬真丰富的礁石藻，用来做重要的肥料。这一大堆因素，拢造成红宝徛鹅的生产率差不多降到零啊。 Deberíamos hacer todos los investigadores que trabajamos con aves marinas, ¿cierto?, y con pingüinos Humboldt, un llamado a las autoridades para que se pudiera legislar quizás por una pesca más sustentable en todos los ámbitos, tanto la pesca artesanal como la industrial, para que así también podamos convivir con la naturaleza y no solamente verla como un recurso extractivo. 公司新闻新闻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 吉人台北桃园新竹对20度到23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1度到25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2度到27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1度到28度。 平阳金门马祖对19度到23度。节目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